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西貢亞龍呢個頻道啊！今日介紹一個成棟都放盤嘅啦，咁天台有太陽能收益啦。咁呢個630尺左右建築面積每層，咁地下就放499，中層就430，有租客。咁頂樓連天台咧有太陽能收益咧，就580至600萬左右。4單邊，咁3樓咧就轉咗做3上店㗎啦，因為太陽能咧要做3上嘅。咁啊睇到個地下單位先啦。買嚟收租或者自用都得嘅，隨你自己喜歡啦。呢度夠近啦，行出去2分鐘巴士站，坐5分鐘車可以去到坑口，或者係坐可能10分鐘。咁就擺洗衣機，咁其實間屋都整晒㗎。咁咪單上電啦，就唔係即棄式熱水爐，可以改嘅，因為石油氣可以自己出邊擺咧，變咗可以改石油氣爐，咁就可以做到即棄式啦。好多謝收看我哋嘅頻道，有興趣嘅朋友就揾我啦。